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1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健保卡是民众就医的重要证件，到伫偏乡的民众，伫需要换健保卡的时阵，可能爱半天的交通时间，或者是5到7天的时间寄送，才会当领到健保卡，非常不便。为着提供民众更较方便的领卡服务，健保署也扩大服务，伫各地区的办公室以及区公所。提供在地制卡、现场领卡，13号上午嘉义区公所也正式启动这项服务。以往偏乡的居民遇到健保卡毁损、遗失等需要补办卡的状况，拢爱开大约半天的路程到健保署各业务组临柜申领，或者是等待5天至7天有价的时间，才当处理健保卡，非常无方便。为了提供更加快速的服务，健保署甲嘉义区公所举办健保制卡在地通、嘉义领卡超轻松的服务，提供民众在地制卡、现场领卡，伫13号上午正式启动。咱知影讲，台到有讲过足侪年，大家人无希望讲健保卡碰见嘛，不然就总是会碰见，碰见是就足无方便的，所以他议员讲啊足好势，就讲咱会使希望咱民众会使受尽用。但是嚟讲，这个物啊，毋是讲咱的嘉义区，咱嘉义区真多谢嘉义区的区长咱帮忙，不然就嚟讲像咱的这个帮忙区遮足侪人，拢有需要，拢会使互因讲，免去走到台南市去。但呢，毋是讲咱台南市的市民会使换卡，只要讲今仔有人来咱就遮算的时阵，伊拍紧卡，若是拢会使直接办手续哦。而且这是我以前接这职务的时阵，然后讲我用做在地制卡。我觉得我们是做的很有意义啦，吼。那比咱全台湾，尤其伫迄个像台东啦、花莲，还有咱偏远地区，我们都有做这个工作，吼。伫服务正式启动之后，现场马上有民众前来申办，为翕相到卡片制作，无到5分钟，就摕到烧烫烫的新卡，也互民众非常的欢喜，并且表示这个服务真正是非常的大心。今天真的很高兴哈，这个健保署能在这边办嘉里区这边呢办我们的健保卡更换，因为我之前有回审过，我曾经到那个新营那边去换，结果路程真的是很遥远，来来去去的话最起码要1个多小时。那结果现在能到我们嘉里区来这边的话，我是觉得真的是方便我们的现在区民，还有连我自己真的感受了真的很好，因为在我们嘉里区这边的服务人也很好，还有我们健保局那边的服务人员大家都很热忱。这个服务除了造福嘉义区的民众以外，也将减少北门、客家、将军等周边地区的民众交通的时间，估计将有22万名乡亲受惠。咱的新闻广播以采访报道。2017年，新台国际旅展将伫1月14号盛大登场。这次除了各种的国内外旅游优惠，现场也特别邀请台南市政府消保官进驻，提供民众消费疑问的咨询，希望互民众抢到便宜，搁为了安心。今年的新台国际旅展将伫14号盛大展开，这届邀请100间合法业者同时展出。将予所有消费者上界优惠的介绍，无论是要去国内也是国外，拢会当一届看互到。主办单位也表示，这届上大的特色就是邀请台南市消保官进驻现场，为民众的消费权益把关，也提供民众咨询。这次成大旅展，我们主要邀请消保官进驻，主要是我们特别去严选合法厂商。那这次严选合法厂商是希望消费者可以去买到更安全、更有保障，让消费者买的安心的商品。希望民众到现场去选购一些国外旅游。那因为国外旅游，它现在下定的话，你可以买到3月、4月春假的行程。春假行程的话，我们是希望建立一个民众他们可以提早去做规划自己的旅游行程，所以现在你去购买3月、4月的跟团的行程，或者是自由行的部分，都是很适合的。对。那在国内旅游的部分，我们像是有一些部落的行程，是走一些台湾比较深度旅游。那国内的住宿、5星饭店等等，都可以到现场去做选购。
今年的圣诞旅店也以国外旅游、加国内旅游为主，主要是要互广告朋友会当有更加侪选择。伫个14号到17号的旅店期间，摕到各旅客拢免费入场。每一天前200名进场的民众，阁会当得到福袋一个，有机会抽到各种的大奖。欢迎所有民众做伙去捡便宜。今日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真侪人拢知影，药剂是山野的故乡，不过对着这项水果的历史典故，煞毋是真熟悉。对此文化局特别伫1月13号开始，伫大巴黎事件纪念园区推出台湾芒果馆特展，要互游客有进一步的认识。真侪人虽然食过山野，毋过煞毋知影第一粒爱文果树到底是安怎来的，也毋知影山野的品种总共有偌济种。为着要互大众用较简单趣味的方式了解药剂当地的知名物产甲背景，因此文化局特别伫大巴黎事件纪念园区推出台湾芒果馆特展，将相关的知识带互大家。这个馆其实空间比较小，那因为比较小，所以可能都是用一些文字的资料展示，那可能对很多小朋友来讲，他比较难去深入。那尤其从去年开馆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噍巴年这边的我们这边园区的游客很多都是亲子一起来的，那所以小朋友很多都大家家长都希望带小朋友出来玩嘛，那所以我们就想，那就针对小朋友特别做了一个这个台湾芒果馆，那就是要预警这边芒果的从一开始郑海慈先生引进的第一颗爱文芒果，然后之后整个预警这边的产量，然后包含介绍各式各样的芒果品种啊，然后尤其我们做了一个大的芒果巨蛋，让小朋友可以在里面透过一些简单的互动游戏来认识芒果，那甚至于可能慢慢的认识到预警。文化局指出，山野对药剂的发展来讲有真重要的意义。透过2015年启用的大巴黎事件纪念园区，希望借着展馆向外界介绍山野的故事，也顺续看展览、食美食。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南赛道文创园区伫试营运一冬后，包括16个文创工作室、26个创意品牌总算到位。要伫新春期间，甲大家见面。其中经营纯银饰品的业者，搭配日本式建筑的原貌，推出纯银手指、家己动手做的体验，已经成功吸引消费者的眼光。成功将老厝空间转型活化南赛道文创园区，伫试营运一冬以后，去年在月底经营纯银饰品的业者，嘛进驻伫保留日本式建筑原貌的空间当中。主要有老师创作的成品，结合水晶元素，邀请设计师来办展览，也会当预约来体验创作。现场就请一对远距离恋爱男女朋友来 DIY， 希望亲手设计手指，留下相逢专属的纪念品。我觉得这样就是很特别，因为我是做他的，然后他是做我的，然后因为我们是算远距离。所以就是有这样的纪念，觉得很有趣啊。我们两个又很喜欢手做的，所以就觉得比一般就自己去买的还要有价值。的话就是希望客人来体验自己做一个手做的感觉，然后所以他希望就是让他们就是不是像外面买到的只是一个戒指，但他这个戒指是属于他是自己做的，对，他是从头到尾。然后我们就给你像一个基本的线材或是基本的板材，然后你可以去制作成就是你想要的一个款式，对了，对，专属于自己的特色。然后我们就是基础的话是非常就是刚开始都非常简单，对，然后可能我们还会以后会进阶课程会越来越多种，对，然后就看客人就是会喜欢哪一种都可以自己选择这样。虽然业者也在试营运阶段，不过已经成功吸引不少游客来高观欣赏。都是为了迎新起居，在1月21号正式开幕期间，慢慢在户外广场提供纯银的光影体验，同款会当留下纪念。那我们会有一个就是影片，让民众可以快速体验，然后是享有588的优惠价。那它的表面就是会刻一些，就是雷雕一些字样。这样民众就是可以自己从后面的空白的地方敲打自己想要的，就是英文名字或者是数字这样子。那
做完我们会附赠一个钥匙圈，让他们自己 DIY， 就是做成一个成品。地担市政府甲建筑单位共同努力，那赛道的丰富成果，也要甲所有民众分享。等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新秀军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大内走马乱农场伫连续几天举办过热气球嘉年华、甲木马屠城以后，今年寒假特别以动物故事、仙杜瑞拉为主题，推出缤纷马车嘉年华，有将近60座风格无同的南瓜马车，要吹顺仙杜瑞拉的活动，要互民众家己做动物故事的主角。仙女奇缘是大家拢真熟悉的动画故事，当中的玻璃鞋甲南瓜马车更加是经典的代表元素。对此，大内走马乱农场今年寒假特别以此为主题，举办缤纷马车嘉年华。在园区内底装置了将近60座造型甲风格拢无同的马车，要互大家翕相。并且伫将月初1到初5，以及每礼拜6甲礼拜安排寻找仙杜瑞拉的活动。要互民众穿着欧式风格的礼服以及玻璃鞋，彰显动物的浪漫情景。这个主题呢，主要是以马车，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马车的一个造型哈，大概有50部左右哈，至60部啊。那有南瓜的马车，有欧风的马车，那也有我们木质的哈，也有创意马车啊。那除了搭配这些马车的一个布置，可以供来场的游客哈，那个在不同的一个主题马车拍照啊、摄影之外呢，我们也有实体马车啊，可以来搭乘我们的那个实体马车啊。那另外呢，我们也有那个马车的啊，这个敲敲木啊，也有那个小木马啊，纸箱的木马啊，那木质的木马，可以供来场的游客哈做这样的一个体验啊，搭乘。同时，农场内底阁有精彩的外国表演，以及侪侪游乐设施，各种的本土动物，也有美丽的波斯菊花海景，真侪适合亲子，也是户外教学、亲子活动的设施甲场地。我们农场里面啊也有很多设施啊，包含我们也有花海的一个营造哈，有那个波斯菊的花田啊，那也有我们矮牵牛啊，其他兰花等等这些花卉的一个布置，所以在1月21号到2月28号呢，这个寒假跟春节期间，可以说是我们卓玛奈农场呢，最缤纷浪漫的一个季节。那搭配里面的游戏设施，我们有射箭、高尔夫球打击，还有碰碰船、脚踏船，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游园车，动物园，农业馆的一个这个欣赏，也有古农具动动所区，亲子广场，很多农场的原有的设施都可以来搭配来运用。春节连假期间是亲戚朋友小少出门佚佗的好时机。走马乱农场的缤纷马车嘉年华，1月21号开始到2月28号，将要带领民众进入动物的故事当中，邀请大小朋友斗阵来做动物主角。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虎城老牌子明灵蕾丝迎接新的一档，特别开创新的商品。就是用高级蕾丝所做的红包鹿仔，精致的造型，甲大红小喜气的外观，加上会当重复利用的环保概念，一推出就受到欢迎。由手艺熟练的老师傅慢慢一针一针所添出来的蕾丝红包，就是虎城老字号的品牌明灵蕾丝。今年都迎接过年所推出的新产品。这喜气的外形，大版又阁好看，互人一看就介意。
而且布所做的红包用来取代一般市面上定定看到的纸做的红包，佫有环保，会当一再利用的优点，成为今年包红包予长辈上介好的选择。蕾丝给大家的印象就是西方的东西，可是我们一直希望在创作上是能够突破东西方，能够做结合，有一个连结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其实就从去年就一直在讲说，怎么把红包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蕾丝结合。那所以去年推出的是纸的蕾丝的那个红包袋。那可是今年我们讲说，我们要每年要更加的突破创新，所以今年设计在这个方面就重新思考，把中国的我们那种很中国味的缎带布，加上我们的蕾丝，然后有做出是整块蕾丝，然后又中国姐的东西，其实就这个就是很年味的味道了。就透过这样的东西，然后它整个造型，你可以看出它是很有造型的蕾丝包。然后第二个是希望能够达到环保的作用。这个蕾丝的东西，那个红包袋它是可以重复使用的。以前的纸红包是包过1年就丢了，然后可是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我以后送给我的父母亲，他是可以每年都拿起来啊，我这个是2016年送你的，我这个是2017年送你的，这个是2018年，它的累积当中它是可以保留下来的，以后还可以当传家之宝。伫咧台南经营超过半世纪的名人蕾丝，业者对3年前开始伫咧08会内底开设专柜，目前已经慢慢转型朝向文创的方向，以创意来创造更大的市场。这款上新型的蕾丝红包，伫咧08会名人蕾丝的专柜也买得到。台南新闻1号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去年8月配合行政院消保处的无定期调查，检验病院供应给民众的餐点是不是全部符合卫生标准。检查结果完全无缺失，也是因为通过 HACCP 的优良合格用餐厨房。食食安全的重要性，伫咧这几冬愈来愈受重视。基美医学中心多年来也非常重视这个方面。本着病院良心事业的角度，要成为民众上界信任的照护系统，所以食物的来源、环境的管理、甲人员清洁的部分，拢要求爱做到上好。那在食材的溯源，从食材的供应商的选择，到请那个食材供应商提供相关的检验报告，我们都有严格的要求，做食材的一个严格的把关。那另外呢，我们的那个公膳的承揽商，他们也会不定期的针对高风险的食材做那个食材的抽检，那这些检验报告都是合格的。那在公膳的环境方面呢，我们是符合卫生法规的要求，从硬体建筑设施到软体的这些公膳设备的一个管理，我们都定期在做清洁。那我们的承揽商的卫管人员，除了他们自己会做本身的稽核以外，我们院方也有相关的人员会定期做公膳安全的一个监督，那以及餐食品质的一个把关。那在人员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禁用一些公膳人员体检合格的人员，他才能够禁用到我们成为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也请这些人员定期做健康检查，然后确认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OK 的。因为严格把关控管，所以基美医疗中心供应餐点的厨房通过 HACCP 中央政府宾鉴合格，将会持续提供安全健康的餐点给每一位顾客。台南新闻1号采访报道。癌症患者时常因为手术，或者是化疗以后，产生胸坎杂杂、腰酸背痛等后遗症。对此，台南病院建议患者会当配合中医调理来减轻无爽快，以提升患者的生活品质。一位罹患胰癌伫台南病院接受化疗的李小姐，伫结束2届化疗之后，发生胸坎闷、破心、体力下降等症状，予伊无法度继续后来疗程。台南病院成立医疗团队，结合血液肿瘤科、一般外科，也有中医科为李小姐做评估，采用西医治疗、中医调理的方式来改善患者的无爽快。
就我们许多一些癌症患者的话，会接收到我们的化疗或放疗，然后会有很不太舒服，然后希望可以再配合西医的治疗，让他做个完整的治疗。那这时候他会希望有别的辅助，有时候我们可以建议说，可以来尝试使用中医的治疗，包括中医的药物以及中医的针灸，去减缓目前可能西医治疗的一些副作用，但是可以让他的治疗把它做完整，包括放疗可以把它做完成，或者是化疗完成，然后完成度比较高之后，可能帮助他的一个预后，包括它的存活还有复发的几率都会比较低一些，这是我们希望中医可以治疗的一个方向。在肿瘤科医师或者是其他科别医师，如果把癌症患者转介过来，我们会根据他的一些用药，还有根据他一些症状啊，去调整他的中医的使用的方式，然后尽量不会去影响到西医的治疗，但是会增加西医治疗的一个疗效。透过中医调理以及渐久的治疗，好感症患者会当减缓因为化疗或者是手术无爽快感觉，增加西医治疗持续性，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质。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多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6度到2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1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